上尾啊，丫头好戏吼，是要为各位介绍这个汉朝第7位的皇帝，也是鼎鼎有名的汉武帝。即摆要想的这个人吼，会晓5、6种语言，伊若用日本的语吼，可能你小可知影；伊若用俄罗斯的语言甲你讲吼，你就可能小可无知影。5、6种会讲，说书写唱拢会晓。我无差啦，我嘛晓26种，即非洲大国就是当，因为啦，我敢若 A 到完毕。这就是即摆要请阮上尊敬的老师，柯铁尧柯老师请。秋风词，秋风词作者汉武帝老铁。秋风起兮。 来阮班上哦，请阮加减啊帮嗨哦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来，谢谢我们的许泽耀老师所带领的班级精彩的演出。那谢谢大家，今天文化夜市就在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